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到底嚟邊呢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話題就是買車我當今 check 看我 recording 有落掉。我哋特別嘅邊呢有老節目、新節目，這個禮拜特別冇錯男錯女，咁樣嚟貴嘅。我哋第老節就是摩托零嘅歡迎摩托零。大家好。了個有個有第二樓嘅就是399。大家好。我人講幾個數啊，當今。冇，唔係啊。我咪講一兩句。我仙女呢？冇好啊，等陣我冇眼困啊。要緊啊，冇啦，冇講幾物件。要緊啊。個必生是你人呀？啊哈。金蕉。你叫金蕉還是叫棍蕉？金他咪金蕉啊。金蕉啊。我叫彭蕉。彭蕉。彭蕉啊，馬來西亞叫彭蕉。彭蕉喎。Direct translate 嘛。對咯。你有個有我人把對頂一禮拜來頭一擺參人講等陣無阿莫諾娜不是講過嘅阿莫諾娜歡迎。大家好。你一個福建人，把你家頂一禮拜頭早幾禮拜把咱參人講嘅福建人歡迎。大家好。你紅車啊？冇聽到哇。OK，所以當先每女性，咱講買車話題嘛，就咱捌買車過，一邊人一人講，必生先講先。我唔捌買條車。唔捌買過車，特別你按照定到時講你拍拖時，你本唔捌拍拖，你個在咧買車時，你唔捌買車，你本在，你是唔是要學㗎啦？啲睇 tips 㗎啦，咁人學做買車。經驗啊，經驗。經驗了。必生冇買車了有冇車？你把路有車？冇啊，我叫我爸嚟車嘛。哦，這爸係車後面。好爽哦，明講。你係啦，其實都冇講車個。你摩托零有車是買咩使？摩托咩使？買車買咩使？買我負責，我有兩頂啦，了車一頂咯，車是我爸學嘅，了買不是負責做工有類似，了我教我爸淡薄肯買咯。哦。了家己有修理啊，買second hand端係家己 keep 了佢咯。哦，厲害咯。了車本是想我買second hand端，了對歹了修理個好勢了，家己坐哦，了個使哦。了所以我無啥物興車機嘅人嘅，我無興車機嘅。我一頭是。因為朋友買對啊，了修理1,000塊，家己有修理1,000塊正嘅好勢啊，了歹家己有6triệu。我希望我有修理本來我特別我袂曉。我唔希望你講。399。你家己買車啊？是我市場嘛。市場講完咗市場看外口。我出嚟，我唔是咁講過，我 parent divorce 嘅嘛。แล้ว所我 college 是個大班個咯，แล้วเก่า我做工แล้ว因為ตัวบาง lepas มาที่นาหุยมา so มาเตียวไปไอเชีย咯แล้วมา外馬去亂外巴嚟俾學話咯，แล้ว亂แล้ว學咁樣咯，一條學話嘅 minimum a deposit 嚟俾個利度咯，個利度咯，แล้ว我就嗰啲是跟嘟了，係啲好車咯，跟嘟啦，跟嘟嘅車。唔是，嗰啲嘟唔係。嗰啲都想試 Willy 話我冇試過嗰啲嘟啦。嗰啲沙俾零戶。你特別嗰啲都唔是跟嘟裝嘅車咩？差唔多上啦，個波淡薄啦。特別意思係咪一車係摸到叫做嗰啲嘟了？嚇，摸到叫做嗰啲嘟。所以 separate 咧，跟嘟冇上嘅票啊。上票上波羅嘟。哦，波羅嘟，哦 ，OK。上波羅嘟咧。冇上波得啦。
了嘛了以後 minimum 嘛 minimum 嘛是家己名去照攞了，家己講，家己 maintain，家己拍伊話可喏。แล้ว先做工包到800塊呢啊，แล้ว講去頂車俾600塊啊。喲，咱怎食屎啊？แล้ว嘛甲骨力做工，甲骨力做 OT 安尼可喏，แล้ว妹找新嘅工咯啊，所以了甲有千幾塊嘅工了甲歡喜淡薄啦，直直做 OT， 直做 OT 有 OT 就甲人買做嘛，又來做，人買做嘛，又來做。哦，我你講個餅咯，แล้ว無法咧。係啦，好啦，安尼個搞，安尼個，咁嘛安尼散咯。哦，無啦，我唔捌散，我唔捌背佢啊。以後個線那個別打很條路呢。Hello，講緊學人獨立。係啦。所以你甲骨力咯，你甲骨力可能你。我骨力咁骨力，我頭先話昨晚拜一做個定住做拜三，無拜二做個十點幾。你啲 office 都冇叮當嘛。哦，對，你做咩工？我真係走嚟走去。嚇，古早啦，巴魯冇啦，巴魯是坐啲 office 坐架成古門派嘢啦。特別個無山，個無背。嚇 ，stress 嘅話冇嚟散咯。我 stress 喺邊起變波兩件，我覺得我邊是起變波。American 特特冷過上嘅嘛。政府係啦，American portion 大數，即係學嘅人講。係啊。咁你講係咪先叫？我講特人會 stress 過後會 side effect 無上嘅嘛。係啦，我是背嘅喎 stress。嚇，有人會背咯，食淡薄冇會背嘅咯。No， 我就 stress，冇，我唔是只 stress，我只教背。我笑咁背，冇笑咁背。ลูกกุลาจูคอค่ะ。等陣我未見我諗看就小英，等陣等陣啊，我喺度看下小英，等陣啊，只大條我喺度看啊。等陣啊。係攞呢頭整嘅。快啲啊！你係啲乜？哇！係啲乜啊？之類。我係快啲，我大條小英。哦，看到，水喏。啲個落空啊！點解？即係講到啲國頭車嘅嘢，我做你嘅。你攞呢頭整，我冇講國頭車整。攞呢？大條。就我開未掉啦 website，我係正常嘅走去嘅，我看唔掉。係咯。有冇唔制？我諗緊你冇看到啊？最最啱看到，到底真係。我看到。我看到。誒，特別同你炸掉，等陣我係 keep 嘅，我自己講聲，你黐下面嘅，我係我小英。我看到。咩啦？落雨天啊，真係慘哦！講土了未車人個買摩托。該恐怖的咯，看到我嘅小英喺大條大背。Hello。好，繼續講嘅係咯。我看到啊。係啦，民族頭就架其他架叫。kalau ni sebab 冇，一叮當，把就剪對啊，已經。哎呀。HQ 會叮當。แล้ว紅樣是冇因為啲夾隻位嘛，แล้ว紅樣有一個家裡袋手的位，阿舅。我們想啦。三叫叫，你會好啊呀？因為我等陣買咗啊嘛，所以我等陣食。咱明講，咱其實咱當見面實實講啊誒。冇，今年都特別對，有隻 topic 嘅，你別使佢是topic 嘅，都真係等陣人講緊咯。我講聽啦，咱講就買車好，你去買車時，你買看，你去買你格拉嘟啊咩？你車咩啊？格里嘟嘅時候，你看你後尾，你看你後尾蝕哦。看後尾蝕就咁配。你無 check 看後尾蝕會比較對了對嘅。驚住你嘅人會啦，因為我車好是㗎。佢哋 agent 呢是我厝誒 family friend 嚟，接落來我厝裏邊車門是一做好我人嘅，所以佢哋 uncle 咧就講我人買車，特人嘛愛等你咯，愛等未必一個月啦。然後我人是，我甲伊講我買我特別做工啊，我一禮拜特別夜到車，所以去巴黎 state 夜
成樣嘅 stock 好啊，我咯。哦，係啦，就是把你啲嘅啲嚟都唔知係隻個清氣哦。然後一隻好好那個好啊咯，所以我明期間就換一個波波咪換嘛。啊，你都冇人講。所以冇人講做咁配。佢後面嘅對對阿妹啲係一次啊。是呢嘛，冇弄過啦。哎呦，是你嘅好對嘛？舊嘅臭車咪對一對新車嘅好對嘛？冇叫啊，嘛，有對嗎？舊嘅個愛對，舊嘅有車對條妹嘛？誒，等陣我每日上叫講到對，如果兩邊車啦，當今到啲馬來西亞邊車係是我在個美國成個係你福建人嘅咧，可能我講話美國邊車真濟啦。都會是你卡 popular 嘅車，你卡這時期你買車啲都很奇啊，愛買很是 best 用，考慮很是買嘅，然後就一頭 keep shopping 嘅看到車，一頭買堆，一頭學成車堆嘅咯，有呢？有咯，是咯，個 except 你有 except 你買用 loan 咯，你就是用 cash money 買車。哦 ，cash money I don't think 有車有 stock 咩？車有 stock 咩？很正是。But normally 冇係 immediately 也到對嘅啦，因為依個做 process 嘅嘛。哦，你 document 愛簽愛下啲嘅嘛。講下，即係 process。講下，我們一步講，所以你就是會鐵路嚟講咧。鐵路冇咯，你識講我嘛去看車咯，然後車店啊可能啱咩，我嘛學 deposit 咯。嚇，學 deposit 幾%嘅嘛？唔知會看把路食飯機去看咩做 deposit 嘅。因為啊樣啊，我同你講啊，我感覺講啊，咱這邊係你加班咯嗬，樣無 plan 好好嘅咋，樣買安尼自車啲嘅路面頂，特別咧嗬，成樣報路途啦，係你報途嗬，樣啊佢只冇啊 ，especially 舊嘅 Raya 時啊。1 ringgit deposit 啦，都得換一頂車轉去啊咋，แล้วก็半個9年來還啊。哦。7年嗰啲險等一個係話路個9年嗰咋，แล้ว路一箍無就trade in 嘅舊車，แล้ว immediately 你未學 deposit 未學到 payment 啊，你看呢咋？แล้วjust แล้ว你識講我學 deposit 啦，你識我講學500學1000咯，I think normally 是 around 可能 amount 啩，我唔知啦。แล้ว deposit แล้ว你มาไอแถม form 咯，你識講你接 loan，你特別學你 pay slip to prove 你 afford to 還一頂車啦。แล้ว係你 agent 嗬，就會填 form，你簽名嗬，แล้วยัง就去係你隻 BJ 咪先卡出去做，แล้ว去偷。先卡出去做。แล้ว去偷 loan 學路咯。ยัง做 bank 咯，填 bank 嘅 form กันแล้ว咯，แล้ว 做啊嗬 approve 啊嗬，ยังมา call 咯，call 簽名咯。agak kuku 咧，agak kuku，yeah，and han usually process 入邊啲kuku。我簽名啊，我 within 1 week กันแล้วเนี่ย。哦，你寫你都8人嘅數。佢哋 agent 是接落嚟教我做，一時做卡掉落嚟啦，แล้ว接落嚟因為處嘅 baby กันแล้วว่า second hand 啊 first hand กันแล้วว่า能冇教學嘢。แล้ว一出車就係咩咯？係咧，但係即聽講我到啲網友嘅，你錄緊網友講阿丁咧講，伊俾 Honda Odyssey 到啲嘅 Internet Yahoo auction 嚟樣，係似啊。But it's Japan 啊。日本啊。In Japan。I think different country 無相 policy 啩。嗱，可能等我講，咱咪是特別拖。車牌係咩？梗係出車啊！你買咗車啦嗬，一定你就愛訂車牌嘛。แล้ว係你 agent 嘛，學你一個理所車牌咯，學你經咯。แล้ว你愛個水嘅車牌，你嘛特別去買咯，係你買啊！係你買好啊，幾拿錢？有點是伊個車牌是較貴嘅，你去訂車咯。等我每人特別呢個人，當佢咧車牌起嘅就最啊嚇 B 係咩？BH 咪？哦。BH 咩出嚟啊？我覺得 budget 咯 ，BJK 我愛，BJK 一號我愛。咩事愛 BJK？阿 John 啊，無論教到嘢。哎呀！真係貴嘅都知哦，樣一個車牌起個幾拿10千嘅都知。你有冇俾 BHK 咩？使咪變你學見 BHK？貴啊！ BH 貴啊啦，你買舊嘅車牌咯。
會咩？買古車牌會咩？買古車，買古車。會使，你說講好，我有一頂車牌，我把碌古車啦，แล้ว我車牌是3條字，แล้ว我車我買袂了，我買了我袂了，我買新車，我會使買買迄個車牌嘅，แล้ว我車牌下過來我啲新車，แล้ว迄個人買我車，人伊就要去JPJ買新嘅車牌過哦。哦。แล้ว特別伊愛 up，你就愛 fill up form 嘛 ，because 車牌甲車就無相，到了 record 無相啊嘛，所以 update 過咯。愛學類啦 ，of course 啊，就咪講了。我看是啊，佢哋搞到就一邊攤一邊淡薄。John，我介紹你隻車牌，你特別單啊，特別。啊，係咪 BUK 一號。我愛，我愛。即係我把你講嘅你。係咪比賽我愛啊？其實啦。就俾我話。John ada American which I order special license plate 嘛。等一人講啊，學嘅人講特別好。等學嘅人講先，你講咩？Tapi American which I pay for lu kasi specialized plate custom plate 嘛。Malaysia 咪使？會使貴咯，貴嘞。真係貴嘅。上家講讓佢哋 bumble，係咪 bamboo bee 係咪貴啊？伊成一個 company 咯，แล้ว讓去甲 JPJ 講 OK 咯，我把路我買 happy 係咪貴嘅？我愛頭前一個字哦。Superstar 係使特登。我唔知有無 limit of。一定有 limit 嘅啦，你會記你曉落哦，曉落誒，你名就等300幾條，一車規寫規讓 bumper 嘅本過去嘅啦，一車牌。哦，是啊。但是講車牌一對名咧，寫但是有 limit 嘅啦。福建人嘅對 US 嘅 limit 係咩？哦，我都唔知啊。是6個啊，6個7個8個唔知。應該是有 limit 嘅啦。誒，我講過啦，即係阿莫拿到Australia啊。你 Australia 你把買車？有買車，特別是尋買翻買嘅咯。係啦，你講話即係 process 差唔多上啊。有啲地哦，差唔多。隔壁個差唔多，你會使去樣嘅卡啲咧嚟แล้ววันเสาร์เลยจะชูบีสิเกี่ยวกับ auction น่ะแล้ว嚟ลองจะ嚟ลอง嘅จะลูกขี้เกียจเขา嚟ลองไปเชียว但係จะ會想我聽朋友講會比較對嘅車我車 steering 錄出來啊你睇我嚟一隻俾佢撚落去咧Itu ada American ni dia ada option lu bisa sai, jadi lu sai 看嘅，伊開好lu lu bisa sai，lu 唔知 what's wrong 啊。呀，想啊，我看，我覺得根本係想嘅。馬來西亞冇咩？冇啊，馬來西亞是 second hand car 咯，你使 test drive 嘅。不是講嚟浪冇上。Action 嘅時候是 from JPJE， means 講。佢哋有呢無限 test drive 嘅咯，你唔知伊車好唔好嘅咯，伊就是佢哋人啊無本事了嗬，個要去買呢貴嘅車，了未還啊嘛嗬，講未去嘛了，嘛就跳到對了樣嘛並嚟浪咯，你到 JPJ 嚟浪咯，了咧，了你知啦，人這邊嗬真係extra bonus 嘅嘛， if 你愛甲應賺了佢哋嚟浪嘅車。呢時間練個 B 啊！แล้วรูปหลังหอและเสียก็ยังแต่เรื่อง auction เนาะอีแต่ base จะได้ basic amount เลยมาและเสียก็โอเคจะติ้ง Honda หนอนี้เนี่ยแล้ว auction อีตีแก่จริงอีคุย到40程แล้วลองกี่เกี่ยว啦特別咧หอลูอี早就播出來啊嘛 before the auction day แล้วรู้สิบัตร啦啲咩人嘛講咯 OK 啦錢財啦我好攰你咯，然後你開隻嘅，你就未好話嘢咯。是啊。我講你人你那是人講平常時買車啦，人講較便宜嘅車，較 normally 人較濟人 afford 嘅車是較貴啲，馬來西亞就1 ringgit。20新車是 second hand。新車。
20，我話你第一線你18，哇，你貴啊！我冇咩記啊，你貴啊！第一線你車係叫咩啊？係不如第一線你啊，pro 咧，死好像實你想唔起係咪 B 嘅 Bumblebee， 你是錯錯 CV 哈 CB 啊，CB 啊，CB 做背啊，不如嘟 CB 做背。 product 咧嚇，十點咯，你才是18這頂車我係把華納朋友伊講後面啲哦，伊講 kereta ni depan macam belakang macam depan ni oh. 哦，佢 design 頭頂車，我又會成同正嘅。你等我講我聽，我去吹看，是 internet 有效應㗎啦。SAWBY，我錄起 product 嘅 website 就有啦嘛。呢個係錄看 spec 個。有時候學長姐啊，就愛壓掉伊個後頸嘅邊啊，長姐也唔會咁樣上滾咧。冇搞過啦，I just spell SAPPI 啊。 No SAVY。哦。 One V 或 double V 會記啊。 double V。no 你啊，想是。double V。嚇。以上架係你嗰啲嘟嘅話咧，就特別比嗰啲嘟看個大頂個，特別個班機嘅嗰啲嘟。 Bluetooth 誒。Oh, sangat smart car 呢？sangat 你Anak Bluetooth na. sangat smart car 呢？ Mana oh, Cute chính pun xác mà. này hồi. sangat Ya ni chỉ muốn chính mini xác đã nè, hồi. Mini Cooper nè. 冇啦，冇 mini Cooper 嘅 Hola, Ken mình 我， có 伊 bớt 冇 suy 你 xả Ken chị rồi. 唔是水冇水 Ken。Cái cái quán à. 哦 Mini cả A. Viva GoPro 幾款？你有冇每啷時去買車時，啷驚個可能倒？ Second hand fixed price 嘅，係係 second hand 嘅。新車買嘛，新車冇人倒咩？嘛，我做倒路。唔係校嘅咩？我新車是愛改也可以好路些。也物件咯，啊，錄嘅之後啊，嘅下你好啊。係一講其實講我愛 body kits 啦，我愛 body 之類，我愛 body kits， body kit 係咩我愛有 skirting 啊。哦，我都講，類似係別。你只搞本啊399俾成車，你本係厲害啊！我買嘅是係 sport version 嘅，แล้ว要 come with 係 body kit 嘅咯，特別我有去改掉啊啦。哇，你夠厲害本咯！你嘅機係咪？機係變 super sport 嘅嚇。我驚頭整bumper 咯，แล้ว後尾 spoiler 換淡薄咯，看下嘅個 sporty 咁啦，嚇個 sporty 啦，特別唔是杜狗啦，嚇嚇嗰啲嘟，你冇按 turbo engine 咩？我是 auto 嘅，我 auto 嘅，所以未變 turbo。哦。誒，變杜坑喎，咪講變 turbo。你 auto 去換 auto 換 turbo 唔得嘛？你開下這類嘛？你幾粒 machine 未根本都到啦 turbo 你 machine 都未support咧，而且你換掉你 machine 咯。哦。等陣嗰一個人企工，佢哋甲我講你車係咪嘅？等你買 join 企工。依家你知唔知講？John，actually 我愛 share 是 on second hand 嘅車係國數啦。你講下 second hand 車。講大擺買 second hand 車就是對人家紀念我特別哦，買 second hand 車第一件係咩啊？第一件就是浪費，貴係你冇驚，貴若是駕照你白花車俗啊，我你講計偷8二啊。冇你花車是講誒先，我等陣無用要拍電話啫，佢叫佢你花下。冇講開機講切電話แล้วก็ว่ายิ้ม到耳邊啊 autopilot น่ะ sorry 啦，John 啱啱攏講唔對 model 啦，唔是 CV 啦，是 Viva 啦。我別講看唔到。CV 是 Proton 嘅。那就是啦。嚇，這是 Viva 啦，depan macam belakang ni. Depan macam belakang是 Viva 呀。Viva 是18千嘅。
哦，你看小英嗬，成個買 B 嘅話你都知哦。我唔知買伊 size 買 B 唔知咩啊？買 B 啊，也很豬呢，買 B 啊。買 B 是嘅，都接起攞誒 website 啦。嗱，我聽廣告。Hati Sipai Berdua Viva Kongko Iya hoa chat atau boga entau Agak Yo sungguh menawan hati no cinta di bilik pameran kedua yang terdekat. Kanang berdua siu lui tu ni pak kongko. Tapi YouTube 我看嘛。我係講嘅是買 second hand 車，是第一件就是買浪貴嘅車咯。安怎下？就是叫浪小派水啊？冇，叫浪啊一邊啊，叫你別少啊嘛，因為你買車買浪貴嘅，真係別少誒。安怎呢？冇啦，伊車線也是講伊浪掉車線歪啊，嗬嘛無好咯。而且浪掉車線歪，前日，你車已經無 safety，伊無呢穩而家已經歪而然後車線歪啊，你妹呢個就是看別眼呢。哦。然後你妹佢看時就係你我等你啊，一做個水水嘅了，是講水。安怎講？你驚咩物件？你驚咩物件做袂到？啊物件改袂到，我浪車試試。哦，做袂到是伊個車骨啊，成個有影嘅，伊車骨有影嘅啊，係有骨嘅啊，係樣翹袂對嘅咯。伊 frame 來 frame is 伊車。伊唔是車線，伊是車線，唔是車骨，知哦。伊個骨，伊個骨啦。伊講嘅是骨是因為無呢面頂邊啊攞機，甲阿爹攞機。左邊右邊面頂甲阿爹。係你 Q 會跌到對嘅，一係 Q 跌到對嘅係你。是講你袂少是講伊個 body 啊，伊 body 啦面頂啊，你看袂到嘅啊，伊無你水曉啊，你有會綠擦啊，樣無掉嘅啊，啊，呢物件咯，第無少俾。second hand 車啦，你估一個是你買second hand 車都要注意下咩物件咧？買 second hand 車啊，頭一浪貴甲無浪貴咯。你隻要？會曉啦，會隻啦，未曉人隻。吹一個，你吹一個係咪 mechanic？是 mechanic 哦。係你做車人啊方面你吹，你 friend 啊，你吹，了你白白去看車咯。แล้วยังคุยที่ไลน์ยังตัวกับเจียวขวาก็อุโบลองกุยแล้วลองเดี๋ยว serious บ่ serious แล้วยัง要看是แล้วก็是後尾會有那是浪貴卡吹哦แล้ว你個是看無的嘛แล้ว有的車後尾有冚甲壁冚只借你加開甲壁凹起來看個了啊咪有一隻鬼在啲內面後尾一條啊甲壁內面一隻鬼等下我鬼來個條大力鏡，你別生咧，別生。哇！你要學到咩車物件？你要梅人個咩？你話這邊看那厲害。engine 咯，所謂係不俾 Iswara engine 俾我幾年 engine 你先去 repair 咧。Iswatut 可能是呢啊，是呢啊。second hand 啦。哦 second hand。哦。second hand 就是講我是買車是無咪在講人 second hand，特別這邊比較 I think 較 OK 啦。特別比較像特別 disclose 伊講嘅啦，伊係咪嘅 accident 係咪嘅特別講出嚟嘅啦嘛。哦。冇啦。你講有話講嘅，買新車甲買舊車有一個事故嘅啫哦。講下。啊，大擺
大摆啊，人讲，哎呦，買新車嘛着行，就啦。啊，買舊車嘛無來修理，啊無方面食咪，了就我到我叫我爸朋友就講嘛，伊講，了我爸就成伊講新車就吹finance，舊車你就吹 foreman，啊就掉了伊講。舊車就俾話連。哦，新車吹 finance，了舊車吹 foreman。掉分，對，特別舊車新車咪就俾吹 foreman 咯，是俾做修理換外語嗰面咧。係你是 service 嘛？你冇可面嘛？冇入着嘅。你往真係貴本呢？咧。拍接啊咩呢？你這種嘅，你買股價對啊，等陣會關地就 cancel 愛滋病有個了嘅啊，冇啦意啊。แล้วดูสิเชียอุอินซูเรนซ์มาแล้วดูอาสิเดียวไอ้จืปิ้งก็ทำป่วยมาแล้วกูเชียก็ป่วย ไอ้จืปิ้งก็กี่เอวเชียสิดูขี้หลงหลังก็ทำป่วยเนี่ยมั้ง1號波กับ3號波啫นั่นตรงกี้3號波本ขี้แก่ฮะกับ1號波作冇幾十塊啊我係เชีย啦1號波係咩1號波就是講 third party 唔 third party นิวคา就會播1號啊對，你就係播1號嘅嘛，你播3號 forward。3號什麼數？3號是你 second hand 嘅。唔是 second hand， 3號1號還沒人會使買。特別你若是新車呢 ，bank 個只假如買1號嘅，應該1號哦。你若是浪本好哦，兩邊個了修理，你浪人本好，人浪你本好，你有通修理。comprehensive。若是3號哦，你家己去浪樹，你家己去吹樹嘅哦，成個你浪人啊。3號是背對方嘅，無背對你嘅。哦，你自己就知自己啦。啊，你請人家攞本好保險公司一個你本無背互你對啊。放機車本上無背對啊。哦 ，OK。1號呢，車放機個背70%，唔是你買新車價錢啫，是客人買你嘅價錢。譬如講，你今仔日買一頂車50千。啊，古早你買一頂50，แล้ว今仔日剩30啊，伊就30嘅70%賠你呢。แล้ว你欠病到這，你就嗰啲你行個。即係韓那家講3號是好好嘅，誒，是1號嗰時好好嘅人啦，3號嗰好好嘅，1號好嘅人呀。一搭錯啊啩。係啦，1號嗰時好嘅，1號是 cover 嘅人嘅both party 啦，3號是 third party 呢。伊袂使肯講1號甲3號是好嘅人甲無類人買，伊應該講 CC 關嘅人甲 CC 關嘅車甲 CC 嘅車是。你 insurance 冇上類嘅嚇 ，insurance CC。road tax 冇上。road tax 當今阿家古啲，當今講係當今 road tax。嗱是講4.0 liter 呀，4.0 liter 嘅 road tax 啊，看 Malaysia 啊，一兜係行4,900。嚇？RMC 4,900 ，4 liter 嘅車。4 liter 車是就借，4 liter 是借啊冇借。你頂，你愛嘅頂。我知啦，借冇借？你4 liter 是4 liter 意思是講4,000cc 哦。4,000cc 是成個係咪車咧？是4,000cc 我冇別曉。啊，Lexus 哦。แล้วกันตุ๊ด咧？กันตุ๊ด啊，กันตุ๊ด7倍10塊呢？กันตุ๊ด個把600。冇，干那 road tax 哦，干那 road tax。冇，我講ECC 啦。哦，CC 800加600啦，8個控600啦。不過1,000cc 啦。冇講1,000嘅伊 road tax 應該冇幾10塊呢，邊塊呢？road tax 是10塊至10塊呢。哦。10塊至10塊呢。嚇？road tax 是啊，你會本事咩？啊，我學10塊至10塊呢嘛。貴是貴啲你 insurance renew 呢嘛？啊，對，特別你無浪掉，你 MCB 都無扣啊嘛，你無出事個。對咯，所以我把你交還無管啊嘛，10塊至10塊呢。一年10塊至10塊呢？係啦。我笨嘅。CC 嘅嘛，CC 關你都條理啊咯。CC 嘅嘛，你還個大頂淡薄。點解當我哋寫本是還我當我哋寫本是俾你啊？你還下你過嚟2塊嘅啊，就無想幾錢咯。過嚟2塊是Olympic 嘅車嚇，Olympic 嘅車。我啲啦。Olympic 嘅車。
我未曉，我所以有當時有嘅 sport car 嗬，伊是貴，特別咧因為伊細細嘅，所以 Eurotax 慢慢可能貴咯。因為伊是 tax 要伊價錢較懸。sekarang Sunmai kan no, Sunmai si Mitsubishi tu mà dia, Sunmai mà dia. Sekarang Sunmai 伊條底出2.0 liter，了伊嘅 horsepower 是真正寬嘛，所以行到得是行。Gubelat，Gubelat 真寬。姐姐 ，No wonder I've not seen Hummer in Malaysia。JC 講。因為冇可能人買嘛。這誰？貴嗎？CC 貴咗呀？Hummer 就這 CC 貴一個問題，車本貴，車應該是300幾千。車本貴，了800無？對。Hummer 唔是多大啊？Hummer 度。So that's why it's not imported into 來過來Malaysia，冇接口。冇冚咩事啊？然後仲我係講啊。有人買啦，成有愛買人就是迄種鐳較濟較無位開嗬，了人嘛佇 oversea 了去互鐳啊買轉來，了家己 import 入來咧款咯。你擼不確嘅人話？邊呢就是無 ，maybe KL 有啩，KL 有人。KL 有我看過一陣。邊呢是暫時無看過啦。嗱，啷捌大粒頭會看馬來西亞有 Prius，Toyota Prius。講一半用電嘅啊，一半用電。hybrid car 嚇。hybrid 嚇。你接來咧 ？Honda Civic，唔係 Honda，即係 Toyota Prius。我買車時唔是學你啉茶咩啊？冇啦。你咪得，我都是講有啦，成日係講見見都嚟搞以後，都關潛水啊，你看你嘛。關潛水是腳花啊。關潛水，關潛水啊，嗰隻。嗰隻是你關潛水啊，你攞插落去嘅。對面食緊你珍珠奶茶嘅。แล้วเขารู้จะสอนวันฉาลูกขี้ลูกลูกขี้เทียมฟอม係咪มันเขารู้นะตีปังกี้啊嘛บาลูแก้花บัวแก้花貴啫見點樣冇學แก้花見點樣學行政燈牌我潛水行政燈牌其實我只這年冇看到有แก้花出嚟啦唔是叫唔是其實唔是迄個嚟唔是ปังกี้唔是迄個水嚟唔是礦泉水嚟係龍角水嚟龍角水又要閃喺度食啊！朋友，他行政燈牌腳花變龍角水。咱馬來西亞人買車，啥嚟識人買車無常講法咧，對哦。安怎？一個笑話啦，一個笑話啦。講。這我知啊。當人買車安怎會解釋來聽咧？買有事嘅。唔是，等人買車是講 berapa mau lari 嘛？係咪 berapa mau lari？走落咩？走落。แล้ว還哪裡？等人買 berapa boleh jimat？isai gului，isai gului。แล้ว還哪裡？回買的就是 berapa boleh masuk？cuci Hana Kelena sangat berapa boleh lari lah. Berapa boleh masuk apa bengpek wah? Chạy quy kiến làng. Chạy quy kiến làng. Chị ở số hoạt thành phố. แล้วฮอนด้า是搞幫車快水啊是。你冇包俾啦你要。我等冷時會求佢細女啦。等冷嘅劍士啊 ，Oh my god！ 你對那你一杯車該切嘅手把切換夠定嘅，真係謝人喎咯。什麼切啊？我定。你但晚咱講嘅你就是講399講到你咪4號嘅嗬，那車牌啊，車牌那邊車是車牌，讓水車牌上面咧，讓對人等人。還有活你啦，高咪高垃圾啊，高沙字嗬，高沙字上面嚟，高沙字抓字，我高沙字是迄個紅光尺誒入面嘅抓字啊，你抓字帶字嗰啲，
哦，แล้วไอ้หลักเปไอ้หลักเป伊若俾我知啊，伊一六法，伊一六法。อะไรฮะเนาะ啊，了，我阿嫂车牌哦，哎 John，我甲你讲一个事，我甲阿嫂买车时啊，真少哦，了买车时哦，往时看车外好生哦，了买到尾好deposit哦，喂，哎，你车牌几号？你知道？伊讲哈。Ini Cina punya number plate lah. Wak kawan apa beli mah. Ini Cina punya number plate. Apa Cina number plate? Wah, kỳ quái mah. Nó kỳ quái gì? IPPP. Wow, lấy cho men đầu đi bé à? Men đầu đi bé à? Ý cụ giá bé xí cụ đầu đi cái hòm này xí個8塊啊. Anh cái hoàn bé xí. 哦，所以hoàn bé係嘛。你俾人可以車牌啦，你actually 嗬，你使去巴黎 state，你在想講讓格蘭丹啊，即係讓出車較慢嘛，所以唔是講實在讓較少人買車啦，講白到邊個 KL 買車真香嘛，所以讓個車牌嗬，無像個人安尼落過喎，人個愛加嗬開鐳開呢濟鐳去買啊，因為有個 number 是去 bid 嘅都知哦，แล้ว所ลูก有個人嘛成日去巴黎 state 咯，車大正買咯，แล้ว車牌去巴黎 state 買是講咁麻煩咯，因為你錄得啥物，愛去巴黎 state 還咯。哦。特別家姐都大部 office 還滿 OK 啦，是講你大巴黎 state 買當然咁麻煩啦。你會使咩？legally 會使咩？其實講你特啲巴黎 state 你冇特啲嘅大誒，或是特啲簡單嘅地址，會使啊？會使。你 just 去邊買啦，你唔是大正買啦，你大去邊買咯。你想你大去邊嘅 JPJ submit everything 咯。哦，你唔是考慮 address，就是啲巴黎大，比較買邊啊？你嗰邊？即係我唔知，because 我係 friend 大檳榔特別去 KL 嘅，然後大 KL 買，แล้วมันก็จะหัวตัวเนี่ยเป็นนังแล้วโอ้ยหลังตัว KL ในหลังกวยละเป็นนังโจกัง just temporary เนี่ยแล้วตัวเป็นนังไปเชียมาเป็นนังเชียไปอ๋อ啦係啦，不過你健昂是都ตัวก็เลย JPJ ไปใช่ไหม健昂講咩？伊講 can buy 自 buy also can， 就係咪講？無伊講較慢，價錢是上啦，是講伊佢出車較慢咧，是佢用拄着，特別有個有可能去你那是去格蘭丹那邊，佢等人較少嘅時，你嘛是靠用買掉你等人嘅 number。係你個水嘅車牌啦，我 I mean。我是甲比，我是甲要，頂到時我記我看到我嘅中學時讀冊時，我看到一頂車不當揸嘟嘅，伊車是 BEB， 不是。唔是 BAR 15號咋？你是伊做啲車牌嘅字號，嗰時試格嘅啦，即係 BAR 15一個，成個 Paris 呢就 BARIS 呢。哦，你我看到嗰時，哎呦我背，有時我講嗰時，點解我講嗰時我讀馬來西亞啦？我先數冇讀馬來西亞嘛，我是被 BEB 51號咯，咪是變 Pepsi 咯。嚇！你背後 Pepsi？ 對啊，有人超買真濟類啊！成個講古早有一個啊未出 hack 嘅毛糖就是 KISS 嘛 KISS 啊，KISS 啊是咯。對。了，嘅大車牌嘛是超過人嘛 K155啊。K155，即係安尼估嘅。K155嘛 KISS 咯。乜只估 K 嘅打就冇呢個 K 呢啊？你車牌啊，古早人愛加鎖單買到對啊，買幾廿million買無對用，買未對用，แล้ว到尾愛買 KK， 伊到尾無變伊加 KK 咯，真古數本啦。你買 K 啊，買 I 是買，你別講 KI 哦。無，แล้ว有一個公司啊，應該是90幾年時啊，96、7年時出到 KAN 嘛，對無？KAN 1號啊，間呢啊，間呢咧，俾了10，未呢了，後尾冇吞呢了。自己寫去咯，自己嘅，你佢俾筆畫。嘛 KNN 咯。有人寫 BAB 1號。哎呦，學到就是買俾係啊。แล้วคือ KAN 1號啊，間呢啊，有一間公司伊買90幾年時，伊買了30-40千嘅，你車牌。哦。用買車牌真貴嘅，
yang 有的人啊，伊買車擺貴車咯，成個這叫咩人啊？係嘛？買車擺貴車。買車擺貴車。擺貴車，因為伊個車擺成1號啊、9號啊，真係貴嘅嘛。然後你無留買，話你迄個車擺30幾千，然後你去買一頂若 CV 嘅款10幾千，然後你唔是車擺甲貴過你車咩？有人肯做就伊成買頭先啊，伊成買一頂。成買車擺咯。舊尾係到一頂臭摩托嘅呢，伊買新嘅摩托2,3千塊啊。摩托使換去車咩？會使 transfer 嘛車擺？我唔知講你使摩托使 transfer 車啊。會使 transfer。這邊是當你興智康一級啊車擺人講，世界末日是啊。買呀咯。啦。2012嗰啲。你個我同埋你網頁入面人講90091是 Google 喎，特別車擺上邊 number 咩㗎啦？咩啊？叫咩？你 Canon 講個 Microsoft 是kecil lembut。嚇 ？Microsoft 是kecil lembut。你 translate 個 Microsoft。Micro 個 soft 是kecil lembut。老紅字，伊會幫曬。แล้วก็一項買車嘅物件是，你是講你買咧車出了車，對其實咯有成個保個成保你唔敢學去跟人靠。你唔買啊？應啊？有人買車400個咯。你車就是買車咪數愛保得你 body 嘅嘛。你也是講你買保得你車，咁樣你咪換摩托咯，因為你就是你白包骨你嘛，唔是白包鐵嘛，唔是你鐵包白嘛。你也是講你保架你車呢，可能話你咪去買你剁你保險箱去上你車起來啦。有人嘅呢哦，3叫你有你保啦。我別我大會 flat 啦呀，哎呦，我講只啊，你無管你車過嘅安怎嗬，你白啲我哋 flat 啊。我就講啊，暑假喺10樓啊，唔知幾樓啊，當面頂一店物件落來咧，反正啊，你博街嘅。我呢一隻博街，你就我兜我車頭前有一包嘅金蕉皮啊，我未記，佢未出事啊，我7十幾走去做工，我數我頭前一包物件咧，反正啊，我金蕉皮很。你有嘅人唔知我 feel 到講嗬，有嘅人真係無 consideration 啊。少。consideration 我比較學緊，我唔知講咩啊。無為人想嘅嚇，無為人想。人博街，博街就為人嚇，我唔知樣做開門嘅喎。我下條講到呢邊啊嚇。嘛嚇，你同樣你就看到你出來，佢數我車同樣邊有講，你也是講伊 just 落七淡薄啊，個不要緊啊。有陣時一講哦，伊就是你立落去，一立喺淡薄，個咪立成濟迄種。事情啊，坎坷做喺病度當嘢咋？係咯，一下結婚呢，แล้ว你是你個撲未起來。嚇。你唔知安怎學切，安怎開門開門嘅。你點解你講咩金蕉皮啊？嚇。金蕉皮我個捌看過人掂下啲 Pampers 個話有曬嘅啊。哦，邊個大冇掉啊？我呢？那博街咋？我 feel 到有個人啊，你特別好，我唔知講店人是係咪識人啦，特別有一道我個人掠到啦，3個特嘅啦嚇，一張頭包隻特嘅二隻嚇，因為係叫我關暝一早12點幾一早，用嗰啲白色籠啊，包水一盒。大樓頂嗬，人就講人係發揚唔成，時候按呢個款嘅嘛。大面頂10幾樓款掂落嚟，boom，然後伊嘛拍啲按呢個位哦。你話過12點幾對嚟啊，按你亂就你夾幾表出邊幾啦，你企個樓頂啊，個了夜叉起啊，被摸伊那嘅，แล้ว企個，係啦，你博街嘛，你多 fat，我 feel 到 embarrass，大家
關你換，你別人免關無關你驚咩？你驚到邊點，冇無講半行嘅喎。แล้ว外國人攰單去啊，แล้ว去咗แล้ว講嘢別人就咧別人我講過嚟咩嘢驚你講就咯。แล้ว我厝頭前嘅門上，我頭前是係你講面線換嘅，你嘅話你就哇，硬架波一驚到嚟咪發數啊！喲，我就講啊，我大隻早起來嚇，我去種egg，我想咱早起請啊，請那麼是 blur 嚟翻嚟咯。แล้ว你啊去邊手機時啊，你會聽到啊，一個大邊種 egg， 大邊烤，แล้ว一個解種 egg， 一個解咩？一個烤，一個點咩？你翻啊？反正咧，後了伊按個地瓜口聽伊個咩嘢無？反正規間厝大隻，反正咩，反正。你講火車我咪冇想，夠講咩關係？你講到我 flat 啊！白姐，這個數我啦是 flat 嘅人，講數，隔壁厝邊，隔壁厝邊，咱叫隔壁厝邊，白姐咱落哦。嚇！我寫起來食。攞屎啊！我講到隔壁厝邊，我哋哋伊講伊釣伊條皮，我不釣咩地，我請佢家己釣赤鳥。我哋擺到浪尾嘛，浪尾 flat。我唔是釣榴蓮啊，我管車嘢，我跪車摩呢啊，了舊架頭舊尾啊，咁了果子卡哦。喲！嚇！果子卡，我解好呢，特別果子卡，都風吹到冇音。冇啊，果子卡有冇啊，我教公司嘅最低啊，慢慢 sell。冇啊，果子卡哦，了顧落天啊，了啊。我落天一個抌掉了。你講咩？抌啊？你講阿毛諾，你講咩？我掉。就使嘅架，我車停，本是大8蚊咯，一停誒潮汕卡，佢車貴車就使㗎，也去洗車用本買洗啊，即係我掉家己洗啊，頭嘅位我不是頭看無落就頭是看無落，車頭頂我行位頭大啊了，看無，แล้ว開頭啊，開頭啊個臭，我嘅近看我人話對潮死，開頭啊個臭。我講冇破啊，冇佢睇一看冇我嘛。我看到有個人啊，樣吼，還沒輸啊，我冇明白咯。我是講，樣買下嚟 cover 啊，cover 起來啊，樣車起來嚇 ，for what？ 買係垃圾嘛？係啦，買垃圾咯，買腳洗掉。แล้ว你車就是啲櫃路當風這裡嘅嘛，แล้ว安怎買垃圾咩？不，你是咁免死咯，免死車嘛，要俾700有人啦，有人西洋車，成個表啊，人正西洋車，伊車價真係水，特別伊個人哦，伊有個人伊無，伊人個無安尼水啊，咩啊？話解。講你朋友派過吸屎啊！哇，你車架水啊，咯，特別你架吸屎。我你講，你看啊，哇，你個 sound system 個 console 個真係劍，哇，你家己看到哇，哇，那是哇就好咗啊！特別，伊一定只會賺啊30-40千一本唔要緊嘅喎。我你使人？你是講日嚟開30-40千嘅賺啊？換 engine 啦，要做 sound system 啦。哦，sound system 特別要緊你睇到你 iPod 還是 iPhone？ 冇啊，yang mana iPod 啊，嗱，kalau CD 啊 ，better than iPod、iPhone 嘅啊。係咪 ？CD 啊，買啦 CD。冇 CD 嘅聲加水嘅，攞一種 iPod、iPhone 嘅。就係 PlayStation 係咪？你邊買 right 邊買 right。哦，就是為咩話 question 講 in the USA 個 Cabra 係咩嚟？我在一車嘅南面山嚇，到頭前嘅嚇，有，就是頭前到啲我開入邊嘅嘢。我開有嘢包到上南面山，你講是唔是卡係車嘅南面山？有啊，我說你嘅做咩？你看咪做咩？嗰陣時啊，反正都係冚車頭頂嘅，我實時用是 winter 用咩啊？依時係咩？依時到底是人接喺烘喺依邊咩啊？
on是唔是樣有咧棒啊？是 summer 是。零鐵，特別零你是鐵。講鐵冇棒嚇？係地 plastic 嘅，哦。冇boy，像是講零鐵，像是講engine 會加咗。安靜較咗，安靜較咗，所以成日接行嘅是，已經未接行嘅車未做，未派咩？最後一個講鬼哦。唔知你呢？接行咩？啱啱講話。你啦，咁摩托嚟。是否看字啊？那對講。他要看什麼戲？了。看鬼戲。我們咱買車嚇，會輪啊。買車係輪是，喲，摩托零秒你買先，等我 hang up 我 hang up。你唔會自己講秒。我買車是要做輪啊。啷卡濟normal你是做，但係你講做幾年，7年嘅9年。咱baru government Malaysia 嗬 ，maximum 都係做去9年咯。頂到是7年啊。maximum 是7年個咋，baru 9年了。แล้ว要3 depends 啊，你係就講到照攞嘅人，伊冇3年、5年、7年甲9年咯。แล้ว of course 住地你攞特個字嘛是愛還較濟咯。แล้ว係講你到 payment 學錢啊濟咧，你係講一定車20千，你已經學10千去啊嘛，你嘛存10千啊嘛，แล้ว你10千你嘛照3年攞，แล้ว你特個字嘛還淡薄就會還得了啊咯。depends 你照嘅 amount，แล้ว你個來半咧嗬，你個愛看你特個字 monthly salary 會被 support 來會被裁掉還一個 amount 來還咯。樣 finance 有算。我是你車是講幾年？想叫7年。7年，我聽到是我買陣陣是我買是，actually 算就買舊車，特別我啷個邊有 lease 車，啷在 lease 車上面？listed 啊，反正啦。唔是 listed。你講你照個，你想個人 lease，有個人 lease model 嘛，安尼反正咯。所以你學大嗰啲學到這類，แล้ว特別你了嘅時你就興嗰啲車。你是按一定車。對。我咪是頭我 list 佢唔知是 ，because 正當時我唔知講我特別到老到美國啊嘛，然後我個未曉買舊車，個未曉看嘛，所以我咪是 list 新車咯。然後我 list 一頭 list 咗唔知是3年嗬，然後我自己買起來一車自己，98。list 一個又係細買本嚟啦。然後 list 我自己買起來咯，所以我買起來是我興，我興我是就唔知是 ，because 我 list 我咪是唔是買新車咯，所以車咪是加半機咯。所以我就成是3年嘅 loan，特別我年半興了咯。because 我較早我興較價啦，一個月興較價啊，是個省嚟嚟錢。but actually 要轉弄比國車正辦嘅嘛，是為啲下你 tax 甲油呢嘛。是咯，比這個咧莫諾那嘅這個 Australia 車貴哦 ，tax 哦。tapi yang import車辦機，tapi road tax 加 insurance 更加貴。相關咯。tapi 喺Malaysia 車加貴咧。會加貴啊 ，insurance 有半嘅啊。我Malaysia 車貴，tapi 講辦機嘛，正是講車貴，比車辦機。講車，什麼是講你 interest 關啊？無伊講，伊咪講你 tax 啊，你 petrol 啊，你讀書，唔是 interest 啊，你騎車啦，你想你 tax insurance，แล้ว你修理車啊，貴咯。就 service 本真係貴。services actually 大。3幾年呢都8幾。我做嘅就貴。How much is it？ 我要本8幾號啊，定解？$4咯，唔知啊 ，I think 是個20幾千嘅啦 ，JCZ 80個。因為我看 normally 車個比較有個貴啲，我看 normally maybe about 20。typically 人換車咧，實際上個 Honda Accord 呢嘛，咪是
30千嘅喎，20幾30千嘅咧，有。我再講我 friend 俾 BM 袋呢邊，冇講50幾千啊，唔知啊，40幾啊，浪呢邊。5 series。係咪車啊？5 series。5 series。係咪 Mercedes 啊？5 series BMW 啊，我唔知我邊有車啊。然後40幾千50千呢，人教我講。啊，你辦幾年？我車哦，你邊我車啊？對啦，我車冇十咩？我車隻舊嘅，我車隻老車。成日 Camry 是 around 30幾千啊嘛。你是講 B 金還是 ringgit？B 金。哦，係啦，嗰度 B 金嗰個水起來咧。convert 啫。入邊都 Apple to Apple 嗰邊俾錢嘛辦機咯。係辦機。係啊。是啊 ，OK 啦。Apple to Apple 辦機嘛。我咪幫曬，你講聽啦，幫曬啊，落幾個話題啊。OK，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加好希望你能學到別生，學到等一下俾車位別生。啊，學到啦。點解我講聽嗰樣物件，就是我人即我不聽人講嘅是，你買車好貴，頭買去買嘅貴，買嘅買，然後買 hit target 嚇，然後即 hit target 嘅 sales 人。salesperson 嚇，因為 hit target 咧可能無法度，一個最貴節特別被啊個3頂車是5頂車咧，被教時候，你使計扣個一類咧，咁未有路。哦，伊扣伊 commission 咯。扣 commission 咧，騰要騰個這，because 冇扣貴。伊要 hit 個單嘛，無伊 hit 袂到，你又無到類。是，我未曉誒，特別我只驚。個了誒，款嘅啦。哦，是啊。無管下面啥，你買 computer 也好，買車也好，個了冇事嘅款嘅。哦。有大個嘅嘛。係咯。แล้ว教地尾是禮拜啊，嗬。特別你買教我地尾是節啦，因為伊特別 close 你 case 啊，伊 invoice 冇出，伊冇是談袂到。哦，所以你唔使阿尾是禮拜呢，可以幾多節？禮拜嘅嚇，你可以有 one week to process 你物件嚟款咯。即20啊個22號至3號，你可以時間去買啊。伊哋緊張嘅嘛嚇，啲緊張啊。少。啊，點解我 shake？ 你講我唔知我哋 shake 掉咩？我被綁曬嘅數。有錄佢袋啦，個人講幾個數啦。嚇，我係看過暗坑嘅聲。佢聽到嘣一聲咧。佢聽到嘣。你望幫配都得。啊，有可能，極隻是隔咗出來咁陪曬一齊，噗！你冇綁曬咩？生叫嘢。你都咩放互人聽啊嘛？你放互人聽咩？我放互你聽，我落一塊橋。我唔係聽，唔係聽。你導你接拿，你對啦，แล้ว想用定係你 music 嘅後咧，冚掉你聽，所以人聽你。你綁你 bass 度聲，砰一砰出來是個咩啊？咁唔制講是配上面。OK 啦，各位聽眾，禮拜再見，今日咧特別嘅邊生叫啊，大媽冇道理，先別結婚到啲後嚟冇道理，大媽講電話時所以我冚咗去。OK， 就走去啊，我知道。OK， 那個阿摩，走去看戲一條。阿摩諾娜，今次啊，禮拜再見啊，講幾個禮拜，拜拜。